南山公墓開發氣流成為社會關注議題，不論是文資保存、生活環境，或者是公共安全，攏成為民眾討論的焦點。文史團體28日也唱假遊行訴求保留。面對開發爭議，副市長也貼山表示，會尊重文化保存以及周邊居民生活環境，市府會做好整體規劃以及溝通。尊重整個歷史文化的保存，然後也兼顧到所謂的周邊居民的生活，還有包括整個環境的一個安全，所以這個部分都是市府積極的在面對的一件事情。那這個部分市府會做整體的一個好的規劃，然後跟文化資產的委員來做討論，也會跟社會大眾、跟這些文化關心這裡的文化團體，大家共同去做討論，絕對不是現在大家以訛傳訛說啊要做什麼大型的開發等等，我想不太可能哦。94公頃的南山公墓，總共有5萬多門墓啊，目前採分區分級的方向來規劃。對於南山公墓的整體的規劃部分，咱的第一點用重點的整理。來可以功能來提升。第三，我們適度的保留，這個原則來做分區的這個規劃，分區來做推動。我嘛過來屆有新聞媒體也問的時陣，我嘛講吼，迄個市的政府應該負責任的態度，就是講你迄個對於文史工作者稍以提議講，你保存的部分，我嘛講為保存。會當講予後代人有一個啟發，一件歷史的這個教育，要甲起廟嘛無要緊啊。你像迄個畫瓜大陸像愛妃廟迄個墓和廟嘛放喺遐。類似像這種值得紀念我們開闢者對台灣有貢獻的人，那麼起廟嘛攏無要緊。也貼山強調，文化保存甲環境管理並非對立。南山公墓的規劃也不是以開發取代保存，而是透過有系統的整理甲管理，延續歷史。但是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